这个样子。在上一次发生那种遗憾的事情，我们回去之后，因为当天可能所有媒体不知道，我们有架设了3座高空的摄影机，以及内外的直接收证摄影机，看了结果有许许多多并没有挂着所谓的记者证或者是记者人质，在群中殴打我们的跑者。当然有很多记者受伤，我们的跑者也受了伤害。为了弥补之前的遗憾，今天我们做了完善的准备，让记者能够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来尽你们的职责，来采访你们所要采访的新闻。这个我相信是一个陈抗团体应该，也是以后每一个陈抗团体应该对记者的安全有所保障。这个800壮士愿意带头做起这件事情。我相信是这个样子，在野党的所有各党派的委员在里面为我们加油，为我们来阻挡这不公不义的法检，我们能够置他们于不顾吗？我想他们撑多久，我们就赔到多久。